劳动部发展署高屏澎东分署产业新尖兵示范计划，其中的科技美容保健营销人才培训班，伫咧27日正式启动。整整2个月课程，为学员安排了科技美容、仪器操作、升级产品、媒体行销等课程，协助民众学习一技之长。劳动部的产业新尖兵计划，那其实这个计划在我们中心已经执行了2年了哈。那过往其实一直有很好的成效。我们透过这个劳动部的计划，把一群年轻人聚集在一起，那透过一些专业的训练跟研习，那希望能够让这些年轻人透过这些课程，能够找到未来更好的工作。这个课程是叫国际行销。那国际行销就是说，我们有学到一些像产品的销售，还有一些像我们在专业上的销售。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一些专业的课程，就多元的专业，像科技美容，好一些医学美容课程，还有一些高科技的一些操作使用。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有让学生来参加我们的企业参访。那带他们去企业参访是由中游的来苏咖啡呢，去门市呢，上课，顺便让他们知道门市怎么来做行销这个部分哈。在这个科技进步、社群网络发达时代，除了爱学习专业技能以外，在媒体行销部分，当然嘛要兼顾到。负责课程规划、精心设计，这次就特别邀请到中嘉双子星3冠王总经理陈建春、客户徐先秀以及线顶的记者，甲学员分享媒体行销重点。所谓的变焦就是，我一开始可能是糊的，焦可能是糊的，然后我变焦变到有焦这样，所以就是变焦镜头。然后所谓的攀呢，攀就是这样，这就是攀，这都是一些运镜的镜头。所以你们可以多拍摄影片的时候，可以多玩一些镜头。它主要是想说可以学一些不同的行销，以后在以后的工作上，如果有一些需要国际性的或是一些不一样的行销方式，可以透过这个课程来学习到不一样的知识。这个课程的当中的内容行销的部分还蛮丰富的，然后也蛮期待接下来之后的各位讲师的一些分享，然后也希望从这个课程当中有助于未来，因为本身的规划有比较偏向于走美容相关的工作室的一个规划，那也希望能够辅助到未来的职业。可以上一些行销啊、英文啊，然后美业之类相关的课程，这样就是多进修，然后增进自己这样子。除了一系列美容实作课程，科技美容人才培训班，在11月25日也会前往中嘉双子星3冠王电视台参访，实际体验做主播报新闻、影片制作的课程，让学员为技术层面一直到媒体行销的部分，拢会当有相当的接触甲了解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